Grounding Exercise， 安定練習，讓自己安定下來，回到當下。我哋可以坐喺張凳上邊，感受成張凳承托我哋整個身體嘅重量，將視線集中喺前面嘅一點。我哋對腳用啲力踩住地板，感受腳板黐實地下嘅感覺。保持呼吸，鼻吸口呼，吸氣，呼氣。想像我哋嘅腳板底好似生咗好多樹根出嚟咁樣，樹根穿過地板，深入泥土，我哋成個人好穩咁樣踩實地下。繼續保持呼吸，鼻吸口呼，吸氣，呼氣。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嘅溫度上面。吸氣嘅時候，溫度係點嘅呢？係暖暖地，定係涼涼地嘅？定係有其他感覺？呼氣嘅時候，溫度又係點嘅呢？暖暖地，定係涼涼地？定係有其他感覺？繼續保持呼吸，鼻吸口呼，吸氣，呼氣。將注意力集中喺身體上邊，感受身體嘅溫度。而家身體嘅溫度係點嘅呢？繼續保持呼吸，鼻吸口呼，吸氣，呼氣。聽一下周圍嘅聲音，你聽到啲咩聲呢？好，而家我哋慢慢打開眼睛，觀察一下周圍，揀一個你覺得舒服嘅顏色，我哋靜靜咁樣望住個顏色，繼續保持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吸氣，呼氣，再做一個，吸氣，呼氣。而家我哋慢慢咁樣將對手擺喺頭頂，輕輕用手指按壓我哋嘅頭部，由頭頂輕輕按到頭嘅兩側，再慢慢按落去我哋嘅後頸，跟住交叉手輕輕拍打我哋嘅膊頭、手臂，慢慢再落到去手腕，過程保持呼吸，最後由大髀輕輕咁樣拍打，落到去我哋嘅膝頭、小腿，跟住我哋吸一口氣，坐直成個身體，保持呼吸，鼻吸口呼，吸氣，
呼氣，全身跟住一齊呼吸。我哋喺呢一度一齊做3個深呼吸，準備吸氣，收緊我哋嘅膊頭，呼氣，放鬆，再嚟吸氣，收緊我哋嘅膊頭，呼氣，放鬆，再做一次，吸氣，收緊膊頭，呼氣，放鬆。你而家身體有啲咩感覺呢？多謝你用呢幾分鐘嘅時間照顧自己嘅身心，練習安定落嚟，回到當下。歡迎你隨時返嚟重複安定練習，照顧自己嘅情緒感受。